呢個地方千年嚟都係廣州政權嘅中心，亦都係廣州城市嘅原點。咁如果話廣州2000幾年嘅建成史就係由呢個地方開始呢，就一啲都唔出奇嘅。佢係由隋朝嘅衙門變成咗而家嘅平民公園，佢就係人民公園，亦都係我哋老港經常講嘅中央公園。咁人民公園咧喺隋朝嘅時候就係官府衙門啦，咁元朝咧就係廣東道肅正廉訪使處，咁明朝佢係做過都指揮司處，仲做過南明邵武政權嘅皇宮，咁到咗清朝咧，先後就係平南王府同埋廣東巡撫處啦。咁而家行入呢個公園，音樂亭前面咧嗰對石鼓，咁就係當年巡撫衙門留低嘅舊物啦。咁仲有呢一對漢白玉嘅石獅，就係平南王尚可喜官邸嘅遺物啦。咁呢一位王爺咧，當其時攻入廣州嘅歷史，對廣州嚟講係一段好沉重嘅歷史嚟嘅。咁喺民國初年，廣州仲未有真正嘅市民公園。咁喺1917年咧，國父孫中山先生親自拍板，就將呢一塊千年嘅衙門變成咗公園啦。咁佢揾翻留美歸來嘅建築師楊石忠設計嘅。咁喺1918年公園起好啦，咁命名為咧市立第一公園。1921年嘅10月12日正式開幕，成為咗廣州史上第一個綜合公園。咁孫中山先生當年咧仲經常喺度向群眾演講。咁1923年佢仲親自公布咗中國第一個公園嘅遊覽規則，超有歷史意義㗎。到咗1924年，中國第一次大型38國際婦女節紀念活動咧，就係喺度搞㗎啦。咁見證住女性嘅覺醒。1949年11月11日，中國人民解放軍就喺人民公園嘅北面舉行咗廣州入城儀式，以及慶祝廣州解放大會。1966年改名做人民公園，沿用至今。咁仲係全國首批嘅拆圍牆嘅免費公園。咁成個公園就方方正正啦，中軸嘅對稱。人民公園就唔單止身世傳奇，位置仲好特別，坐落喺廣州傳統嘅中軸線上。咁公園前面呢個城市原點啊，就係成個廣州城嘅地理中心坐標啦。咁要講佢係喺廣州2000幾年前建成史上起點呢，就一啲都唔誇張嘅。咁所以話人民公園唔單止係個公園咁簡單，由隋唐官府衙門到民國第一園，再到今日嘅市民樂土，佢腳下踩住千年嘅歷史，身上刻滿城市嘅變遷，真係廣州最生動嘅歷史寫照同最親民嘅城市客廳。